好多人咧都問一個問題，到底點樣先為之健康嘅關係？其實有時候答案咧唔一定係理性嘅，好多嘅時候身體會知道。健康嘅關係咧通常有3個好明顯嘅身體感覺。第一個感覺放鬆，同呢個人一齊嘅時候咧，你嘅身體咧唔需要一直繃緊，唔需要一直留意氣氛，唔需要一直小心自己要講啲乜嘢，你可以自然咁樣說話，自然咁樣沉默，身體係放鬆嘅。第二個感覺，唔需要扮演，喺健康關係裏邊，你唔需要一直扮成熟，唔需要扮冷靜，唔需要扮冇事。當你攰，當你脆弱，當你情緒唔好嘅時候，你仍然係可以被看見。第三個感覺，唔使一直猜測，你唔需要一直喺度猜佢依家係咪唔開心呢？我到底係咪又做錯事呢？因為關係裏邊好多事情咧係可以直接講嘅。真正安全嘅關係可能會有衝突，但有一樣嘢係一定存在，你唔需要長期感到不安。如果一段關係令到你身體越嚟越緊，越嚟越小心，越嚟越唔似自己，咁嗰個時候並唔係愛嘅問題啦，而係安全感嘅問題。如果你開始發現一段關係已經影響緊你嘅身體，下邊留言一個重點。